亲爱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啊！欢迎大家参加今日开始今日早起的共读。今日早起，咱们来请家军小组长，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上帝，主感谢你，互阮一天新的开始。当我要共心来主祈祷，求你看重下骹伫头日的开始的进程，特别是一礼拜工作的头一日的大升，阮得到主，阮就来到主面前，互的路站，互阮经过2日的休困，透过牧师讲道，透放属天的信息，互阮逐人伫心灵得到饱足的同时，通搁再恢复体力甲勇气，面对头前的一礼拜的路站。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为主做见证，拢着安尼做，拢通真做福音的传福音的机会，搁操练迄个对看袂到的神，学习阿伯甲阿伯拉罕的信心。到死了后，搁伫讲话，而且得到上帝为阮备办、为阮设计去做迄个城。阮将下骹的时间交托伫主你手里，求你帮助，感谢你听阮共心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感谢咱线上要来读，今日是第21讲的圣经节，是希伯来书第11章要对13节读到16节，要来请嘉欣长老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大家平安，三角来听上帝的话。遮个拢是到死一直有信心的人，因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是寄居的。讲遮个话的人，表示因是伫找一个家乡。因若是伫怀念离开的所在，也有机会通倒去。不过现在因伫翕目的是天顶迄个搁较好的所在，所以上帝无因为因称伊做上帝来感觉见笑，伊甚至已经为着因准备一个城以上。感谢。咱伫希伯来书，咱看见上帝安怎样通过即个作者来教导上帝子民，来活出信心的生活。伫即个中间，嘛爱知影做一个更较好的信用。即个希伯来书到11章来讲到信心，即个信心是当得到上帝欢喜，亲像阿伯，伊安怎甲伊的兄哥用信心来得到上帝欢喜。就算阿伯死啊，但是伊的信心犹原伫讲话，信心会当得到上帝报赏，上帝也肯定以诺伊的信心，互伊无经过死，上帝就甲伊接去，因为甲上帝同行上帝的路。信心会当救全家，用哪阿做例，所以哪听上帝警告，全家来得到救。所以第11章16节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以为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所以咱伫主日礼拜，咱有看到阿伯伊安怎样用献祭将上好的献互上帝，来得到上帝的感动。虽望伊死啊，但是信心无继续伫伊的肺，信心伫伊的性命，所以互信心。会当伊的会友会当甲上帝求救，对上帝来讲话，以诺伊用信心甲上帝相甲行，对即个对亚当落来第7代，伊知影安怎样行伫上帝的正路，安怎样甲上帝做伙，所以上帝甚至对天来到地上，甲以诺带到天顶去。互伊无经过死，互伊伫即个世间的日子会当留来一个真水的见证。然后佫看到那伊一个所望之事到未见之事，即个毋捌看过的代志，
但是上帝甲伊指示，伊就照信心来听，照信心来行，照信心来去来去报用。总是无人来参与，但是伊全家来得到救。然后伊嘛信接诚做圣经中间头一个，圣经号做义人的人，就是因为信心来互伊诚做上帝眼中的义人，甲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所以昨咱看的第8节到12节，都开始讲到亚伯拉罕夫妇亚伯拉罕伊的信心对亚当开始到20代，伊虽然一开始毋知要对倒落去，但是上帝一个讲话，伊就去开始来去行，然后伊等到应允的所在做人客，无法度有伫家己的所在来徛起，但是望的毋是一个大宝贝的所在，望的是一个上帝要互伊一个老年甲密的所在，是一个更较水的家乡。信心嘛，互亚伯拉罕甲撒拉这对夫妇已经拢特别是妇人人超过怀孕的这个年岁，但是因信上帝的应允，然后爱拼就会赢，所以因真正伫99岁甲89岁拼着一个囝。上帝也通过这个孤囝，互上帝的话无断绝，上帝的话真正通过亚伯拉罕、以撒，然后传到雅各，安尼一代一代到当亲像星也亲像沙，虽然伊也未看到，所以亚伯拉罕咱经过第10节，因为亚伯拉罕期待上帝所设计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毋知要对倒落去。伊伫应允的所在，互人赶来赶去，但是伊一直用信心在等待听候，迄个是上帝设计拍好根基的城。昨咱嘛有讲到，这个城毋是只有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天顶的圣城，是永远袂摇动的城。亚伯拉罕伊买头一块地就叫做麦比拉洞，这是踮伫西布伦的西布伦的所在，这也是代表。伊的这个会当讲是整个犹太民族，伊的定居的所在，因为这是圣经记载遮的族长头一个因伫迦南地契约所得到的地，伫犹太人的传统，这个麦比拉洞，即摆咱伫这个所在，原来有一个亚伯拉罕之墓这个亚伯拉罕夫妇、以撒夫妇，甲雅各，因呢这个因拢待伫这个所在。对这犹太人的神秘族来讲，麦比拉洞就是带亚伯拉罕这个所在呢，曼利的像素呢，就是通向这个爱甸园的入口，所以因来到这个所在，因的祈祷就当到伫上悬的所在，灵魂嘛当到伫上天的神圣的境界，这就是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对这个建造物的信心啦。但是咱基督徒无需要祈祷，过来走到这个所在去，爱搁排队。咱的祈祷是信心是建立伫耶稣基督，所以咱对耶稣基督来开喙，奉主的名来祈祷。咱的祈祷比这个较有功效，直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这拢是希伯来书在甲咱教导的。所以咱无需要照犹太人这种的例，因为希伯来书检测迄个时代的犹太人，迄个希伯来书迄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因犹原嘛相信就要做什么仪式，就要做去到什么所在，就要献什么祭物，然后因的祈祷才会较会诚然后因的信心较会比人较大。但是希伯来书要甲咱讲的，就是咱的信心就要超过亲像这古早人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以撒拉因的信心伫上帝对因的讲的话来得到激励。然后因的信心就超过，所以因对年岁增加，但是因的信心嘛增加，所以一个少年人都无一定做会到的代志，总是因也因为安尼来心接才会互下，也到一日来心接才会土地，拢来应允着上帝一开始对12章对亚伯兰所讲的话，也应允上帝一开始创世纪第1章、第2章对人的讲的话。然后对亚当夏娃讲的话，就是上帝将伊家己的形象，伫伊遮个有信心的人的身上，然后互因一代传过一代希伯来书有10个更较水的、更好的、较好的、卓越
今日咱会看到的是第7个搁较水的家乡，伫记载伫希伯来书11章第16节的所在。这个搁较水的家乡，就是咧讲到是对洪水，然后到这族长，然后13节到15节讲到古早人伊用信心，总是来死，无得到应允，但是因咧等待这个搁较水的家乡，较好的家乡，伊无退后，也无倒救。上帝欢喜，互即群人，有信心的古早人来称作上帝。因遮有信心的人求叫上帝，上帝听了就欢喜。但是意思是讲无信心的人，因伫遮嘛共款叫上帝，上帝就听袂落去，上帝感觉见笑。恁既然叫我上帝，为什么对上帝无信心呢？既然叫我老爸，但是对我即个老爸无尊重，即个老爸嘛做甲足见笑。所以上帝欢喜，或者有信心的人称作上帝欢喜，然后上帝嘛大方的报赏因啦。为这个信心的古早人来起一个城，这个圣城毋那是耶路撒冷，是天顶的城。伫这段的圣经中间，讲到这个人都是用信心到死，虽然无得到应允，但是因对远远所在来看见哦。伫这个对13节讲，对远远看见就欢喜，远处望见就讲对远的所在看到因。因是啥物呢？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迄个实体，迄个实际，迄个确实。所以因看到的毋是迄个外貌的，因看到是个实体。这个实体，这个实际呢，其实咱会当通过希伯来书第1章11节，迄个上帝荣耀光辉的实体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有信心的人呢，因伫地上阿伯拉罕，这以诺，这阿伯，这拿阿，因用信心就当看到迄个基督上救主，踮伫迄个所在，对古早开始，就咧等待即个救主，即个应允会当实现，会当出现。虽然因是承认家己是出外人出外人，伊的意思就是客旅、寄居的、暂时居留的。咱的这个2013年的这个现代台语翻译甲翻做流浪客就是流浪搁做人客这个字即摆翻做寄居的，就是因伫即个所在无家己的所在，伫地上无家己的所在，无家己的主权，无家己的产业，但是呢，因拢承认承认意思讲，因知影家己向看轻，家己向人气杀，但是因犹原在等待一个更较水的家乡所以因咧心生在羡慕，就是因咧渴望因咧心生超找一个更较水的家乡。这个家乡的意思就是指爸的家、老爸的家，所以这个原文就真清楚。阿伯拉罕的老爸就是这个他拿赫然后对起哩安尼老爸搁老爸搁再老爸，咧起哩到头一代就是阿东所以当上帝想说阿东这个爱甸园，为什么到阿伯拉罕买到这块地？伊的当作是爱甸园的入口，就是因对这个字的意思，因对这个家乡本家本地本族，就是因落地生根、传宗接代的所在。所以认为因转来这个地毋是去外地，因是转来这个所在。因转来这个所在，就是因的祖先、祖公、祖妈踮伫这个所在开始，所以因伫遐等待。一个时间会当得到这个所在，所以亲像以色列人因伫主前586年586就亡国灭国，但是一直到主后1947年1947年民国36年，因才复国。伫这个复国的中间，经过2500几年，这2500几年的中间，因真正叫人赶来赶去。拄着希特勒啊，拄着足侪遮的十字军东征啊，拄着一寡遮的历史上因家己无主张，因就只好承认没有
没有根，吼，一片叶啊，吼，安尼去扫来扫去。但是因咧期待等到家己的故乡，吼，所以伫1947年，因当等到吼即个家己的所在复国，吼，到呾吼已经过20年，吼，就100年啊，过23年就100年，吼，所以因伫即段过程中间，因就是咧兴盛一个家乡。所以这是因对因的祖公祖先吼阿伯拉罕因就咧期待的代志，吼，总是所以因无掠然后因看见上帝因兴盛是迄个天顶更较好的所在，吼，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嘛要甲因讲，吼，犹太人只有要转去到伫希伯伦，转到伫耶路撒冷，转到伫犹太地，但是因基督徒有一个兴盛更较水，就是伊落去的迄个所在，就是天顶的家乡哦。迄是上帝早就准备踮伫遐的，上帝伫爱甸园就要留互人的，所以因就是伫遐听候上帝，然后上帝嘛无互，因为因亲上帝做上帝来感觉见笑，就是因公开承认。这是上帝互我的梦，我有一个美梦，这个梦就是上帝要调我转去到这个天顶更较水的所在。上帝也因为安尼，因互上帝亲做上帝袂感觉计较，因为公开承认上帝嘛公开承认了，所以这个人互因亲做上帝，毋是讲阿伯拉罕、以诺，这个撒拉因是上帝，因是神，是讲上帝互亲做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因为这三个人的名已经都出现了，所以伫旧约中间，上帝常常出现时对人讲话，对摩西出现时讲，我就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拢是因为这阵活的人，这阵咱看做是死的人，其实上帝眼中，因也是活的，就亲像阿伯共款。因虽梦死，还在讲话，所以因有信心到伫死，因就无伫迄个死的中间，伊犹原伫迄个信心的中间得到活命，这嘛是甲以诺共款，伊是永远甲上帝伫地。所以今日看14节到16节，咱昨伫讲道中间，嘛最后一段结论嘛讲着，讲这个话人表示伊在替家己找一个家乡，伊无少年离开的所在。因虽然因有转去的机会，亲像出埃及，搁要转去埃及，因所希望的是一个天顶更较水的家乡。所以上帝无因为因亲上帝做上帝来感觉见笑，上帝感觉救民主的，因为这阵人是有信心的人，所以上帝为这阵有信心的人备办一座城。所以咱昨日分享的就是信心是对宣告，宣告啥物呢？这三项表示家己所要爱。表示家己所兴盛 desire， 然后呢，直接听候上帝早就为因备办的所在，就是更较水的家乡，嘛是今日11章16节，第7个在介绍就是更较水的就是这个家乡所以今日这段圣经，互咱看到这个是到死犹原有信心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讲这个信心的话语的人，所以这两种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到死有信心的人，这古早人，因并无领受上帝所应允的，但是因对远的所在来看，因的心内就欢喜，然后因伫这个欢喜中间过日子，人看因讲，看因笑的，看因是是无路因的，但是因信任，因伫这个对象是出外人，是寄居士，是人客。但是因袂因为安尼，就来失志，就来累积，因的信心就来救起，甚至呢，因阁用信心来开嘴来讲话啊。所以因真做有信心阁讲话的人，因显然就是公开表示因在替家己找一个家乡。所以因伫这个对象，因在敲找就是上帝的家，然后这个上帝家，通过上帝家要带领因去到伫天顶的家。所以咱伫提摩太后说阵，家己的家、上帝的家、甲天顶的家，咱就要勇敢表达。我要找一个家，找一个家乡。对一个还未结婚、还未娶某一个少年人，嘛要勇敢来表示，我就爱来建立家己一个家，找求一个家乡。然后通过上帝互我的家，当
进入到伫上帝家，然后到伫天顶的家，因无少年迄个已经离开的古早的所在啊，因一个家换一个家，但是就算因要搁回去，但是因形势搁较水的所在，像我嘛去到伫美国嘛有买厝嘛，伫咧买一个厝伫迄个所在，但是阮袂欣赏讲哇，美国大迄个厝偌好偌水，偌大，阮就加一世人加要住迄个所在。既然出来，既然离开，无就无搁要搁转去迄个所在，就是因为上帝调阮爱离开，上帝调阮爱留伫即个所在，所以阮将即个所在当作是上帝要互阮搁较水、搁较好的所在。但是嘛，毋是永远要伫即个所在，因为上帝在带头一个路。咱犹原每一个人嘛是安尼，在欣赏的是将来上帝一站搁一站，要带领咱去到天顶搁较水的所在。所以上帝袂因为即阵有信心的人，逐工叫伊上帝啊上帝啊，感觉足烦的、足神的、足见笑的买。上帝因为即阵有信心的人，逐工叫因主啊主啊上帝啊，帮助我。上帝感觉真欢喜，然后就要欢喜甲因做伙行，亲像上帝来亲，因亲近上帝，上帝就来亲近伊啊。甚至上帝为遮个人来备办一座城，即个城就是所有信心的人都会当入去。即座城嘛是到伫启示录，已经将即座城画到真清楚。咱来读启示录，读到20章21章的时阵，即个21章的后壁讲，即个新的耶路撒冷，即个新的耶路撒冷呢，有12个城门，每一个城门就是一粒珍珠，一粒珍珠，入去了后呢，这个街路就是金的，搁亲像玻璃，就是纯金，金甲金闪闪，亲像透明。然后即个城内底就是上帝建造迄个所在，有羊羔正做即个城的顶，迄个所在无暗时，无黑暗暝，每一工拢是光明的。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到即个城，所以只有名写伫羔羊即羊羔的性命谱的人，才会当入去。羔羊的生命册，这个人叫做什么人？就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咱来看启示录对第4、第5章开始，这个殉道者的血，因这个人的血。虽然已经无命去啊，但是因的血也伫个迄个信心的 DNA 也伫个，所以因当不断甲上帝求救，这就是甲咱看到创世纪第4章阿伯的血是同款的。所以今日这段圣经呢，互咱看到信心来赢过死亡，信心会当表明咱进入神国、上帝国的身份啊。信心是伫人死以后，信心犹原伫地。所以咱讲这个马街早就死啊，死100几年，但是1901年就过身啊。但是呢，咱即马讲到马街，大概若讲到伊，咱就看到这个信心犹原在做工，犹原在甲咱伫地。咱若讲到，譬如讲单道乡牧师过身啊，互上帝接去啊。但是讲到单道乡牧师，犹原伊伫即个教会家人教会，伊所做的、所讲的、所传的，犹原也甲活伫咱的中间共款啊。所以表明讲，人死以后，信心犹原伫地，而且信心就互人对远远的所在就开始来迎接什么呢？毋是迎接天使，毋是迎接即个摩西阿伯拉罕，是来迎接即个耶稣基督，欢迎耶稣基督过来。所以为着耶稣基督过来，咱所做这一切的代志，就是帮助咱的信心。今日为什么咱要传福音？因为要欢迎耶稣基督过来。为什么咱要欢喜出来做执事、做小组长？就是为着要来欢迎耶稣基督过来。为什么今日咱要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做志工来做社区，因为咱要来欢迎耶稣基督过来，这就是咱的信心。就开始来准备耶稣检测伫咱即马各种远的，伊伫天顶坐伫上帝正边，伫遐为咱咧祈祷做大祭天顶的大祭司。但是咱伫地上就来迎接伊啊，所以信心互咱明白。咱伫地上的辛苦是短暂，伫地上的欢喜也是暂时，伫地上的荣华富贵
嘛拢是暂时的，因为真正的是伫天顶，地上是一个影，实体是伫天顶，迄个地上的信受会无是暂时的，即嘛无去，天顶的迄只是永久的，所以咱的产业，咱的信心，拢是架伫天顶，是对地上，就看到天顶去，然后咱就为着天顶来跑走。所以信心也互咱表明，咱会当进入上帝国。通关密语就是讲出我要找一个更较水的家乡。通关密语就是来欣赏伫天顶有一个更较水的家乡，地上的家。伊讲出地上的家就是亚伯兰，他要回家，回到迦南地这个家，回到他的祖先这个亚当夏娃。然后从挪亚因登到这个所在，但是呢，也不是只有在地上的家，而是天上的家。所以从地上的家到天上的家，信心就是表示因较无欣赏，就是上帝国。信心也互伊上帝亲自来为因备办，一个更较水的家乡，甚至是一天顶的城。所以耶稣家己嘛讲，伊要去带领咱去为咱备办一个所在。他要去为我们预备个地方，然后伊要过来带咱接到迄个所在去啊。所以这是上帝早就通过耶稣在为咱咧备办。所以咱去到天顶，咱毋免寄物件去，咱嘛毋免赶迄个卡网去，咱嘛毋免爱搁家己准备物件，拢毋免，因为耶稣为咱来准备。安怎准备？就是咱伫地上，咱伫世间，咱伫教会家己的家，咱安怎样来服侍啊？今日的经句就是16节，他们所渴慕的是那在天上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上帝并不因他们称上帝为上帝而觉得耻辱，因为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不过现在因在羡慕的是天顶迄个更较好的所在，所以上帝无因为因亲伊做上帝来感觉见笑。伊甚至为着因来准备一个城，所以咱若有信心，咱不管活，不管是死，咱的信心是一直咧产生功效，一直咧带领咱一步一步向前。信心就互咱对远的所在开始就来准备欢迎耶稣基督。所以每一届大降节，咱会将这个大降节看作是要紧的。等待耶稣降临不是降生所以这个 event 台湾真清楚，因就是要欢迎耶稣基督过来所以这礼拜因嘛今日甲咱的主日学，甲咱的夏令营同款因伫真侪所在30几个所在来接触这个囡仔，这个学生因统计对2004年到今因安尼传福音的学生已经超过6万个这个 event 台湾。已经超过6万个学生，然后因的统计就是这6万个学生的中间，70%因拢有做一届决志的祷告，就是接受耶稣的基督。但是有第2摆、第3摆，这不是上帝互因的感动，所以因来登去到因的国家，登到因的所在。但是因犹原安尼一年一档安尼来做，咱的夏令营嘛是同款，就是用信心来备办，期待。咱每一个人，不管咱参与做啥物，但是咱拢爱成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咱犹原爱来用信心来过生活，像昨咱所讲的，唔通讲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唔通互迄个惊吓，互迄个无信心，互咱的信心救去。这是一个足危险，这是一个基督徒人命癌细胞。好，咱回到到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伫今仔日早起，阮当搁一摆透过上帝话语，将阮甲昨伫主日礼拜中间所听的信息，会当来做一个复习，也互阮知影，阮来安怎样来活出信心，宣告信心的话语，也互阮知影安怎样对远的所在，就来备办耶稣基督的过来，耶稣共款伫远的所在。为阮这阵有信心的人备办一个天顶更较水的家乡，一个天顶的圣城，一个阮的名要写伫羊羔的性命谱仔顶悬，互阮真正用信心来行人生的路。虽望死，犹原在讲话；虽望袂当讲话，犹原用信心在甲上帝相甲行。
愿主你也保守阮、引带阮阮也特别为着秋红长老来祈祷伊跋倒来带伊今日要出院，也求上帝看顾甲保守，也看顾阮正兄弟姊妹所理解伊的手的即个骨折会当恢复以及志鹏小组长以及阮遮兄弟姊妹，大家拢会当甲地牧师遮兄弟、红椒姐等等遮个，大家拢当继续用信心来钦定主，互上帝你的应允。上帝，你的信心的大快乐，会当甲阮正兄弟三个弟弟，也保守阮伫今仔日即个礼拜，阮所做一切，阮会当来因跟上帝伫约进人，安尼祈祷，个祝福伫夏令营的时间，甲下面台湾的时间，阮会当真顺遂，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平安。谢谢。